谢你。除了他们得着这个职分之外，我们求你恩待他们，行在你的旨意里面，按着你的旨意来牧养群羊，善牧羊群。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给他们属天的聪明和智慧以及能力，让他们个个都满得圣灵的能力，满得圣灵的智慧以及柔美来服侍你，来服侍你的教会。因为你的赐福使他们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，能够真实的为你做光做盐。无论在任何地方，你都与他们同在。最要紧的是你与我们同在。如果你不同在，我们一点都不能做什么。主，你说你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若离了你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主啊，我们求着你保守他们，既然拣选他们，保守他们，一直到你再来的那日，使他们忠心的来服侍你。谢谢主，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好，我们先穿圣袍，安利牧者的圣袍。好，圣袍。牧师的圣袍。好，第一位是那个治国牧师。这边是麻药的，还有他从泰国特地带他的来，这是有坐飞机的。麻药跟泰国的不一样哦，很像博士的那个呢，第二种博士班的呢。申伟阳牧师，伟阳言之有为，岳父女婿，同时第三位伟阳牧师。传道的证书，给您传道。三位为民传道。照一下那个摄影组，看一下。